逢人之面总想仕途得意，少年苦读到白头，梦为首空有戏，空有戏。本来特离苦海，偷得两人相依，偏有多情烟花女，劝解外门子弟，劝解外门子弟。这首诗名为《西江月》，是个风尘才子一生一世抛不下，功名后世，到头来不知生生意义何在。恰有一位我门子弟，名叫郑元虎，此人原也实在欢畅，立志可比。谁料进京官考途中，修名及李亚仙。按说风流正上但风流，风流过后过西东，偏偏只对落水鸳鸯鸟，定要接任8年平地花。于是郑元和用银千金流了街头，李亚仙死夺己身，死心跟随。两人租了一个小院，过起夫妻生活，不是蛮好吗？嘿，麻烦来了。本该公读上进的郑元和，却要游戏人生；本该游戏人生的李亚仙，却要苦劝郑元和公读上进。真是神云女儿痴，我云女儿迷。须知功名后，两情别分离。上位大义交代分明，是此情况正气。红包万千。
里，可也着人为妻儿，为神可杀，煞非要得这业绩之长吗？哎，恐怕早就冻死了，饿死了你。哎，今日不比当初，你我已经有了安定之所，谁给水龙醒来发分公诉？来吧，相公，快把这妻儿衣裳脱了吧！哎，娘子，你呀，不要劝我的那老子之书，我不爱的。相公，你呀，不要再唱这些老日子莲花落，我不哎，我骗呀他，不骗你懂，唱，你走。娘子生气了，娘子笑一笑，笑一笑嘛。哈哈哈哈哈哈哈！我不唱了，我脱手。娘子笑了。既然我有和尚真的生气，莫是把相公生面生色，虚抛光阴，这才好心好意劝你呀。来，等进我。娘子，我拿去当菜烧。你把它放在一边。快往心读书吧，你看天色已经不早了。天色已经不早了，那娘子，我们就该睡觉了吧？相公，万事都一会儿说，再睡吧。哎呀，睡吧，读书吧。既然娘子不想睡，那我们
休到外面走走。外面走走。娘子，你来看。娘子，母的相公呀，生生命好暖儿，求生死过平天下，生生命好暖儿，大鹏振翅走天涯，生生命好暖儿，不可渡了凌云之生生命好暖儿，莫教须把空思家。自己的娃要什么啊？生人之言，句句之理，我能说出什么高明的道理？不，你要说少年夫妻闹成天齐情的以后，这最相宜，长期临风望月，临终应举夫死。才是娘子要说的话呢。不，这是要当我相公功名先生的。什么功名，什么前程？想我曾愿我紧紧不管靠，逍遥烟花时，不就是因为喜欢你，喜欢和你在一起吗？如今你我终于有了一个家，这不就是我的功名前程吗？你呀，不要与我说那些大道理，我比你懂。我知道，你比我懂，可是我如今成了你的妻
该要回府到贵圈上府，然后怕你不过功名扬眉吐气，这是我的本分，我的子女呀！你快读书吧。我都有为要书，可你为。
好是你我也烦呐。你又想着皮皮了，我到外面去先。生成云，红袖天香夜读书，你怎么连先生的话都不听了呢？我转过身去，我娘你看。转过来。你不好好读书，又在挖墙，让我死了，娘子可就不香了。娘子，你才看。哇，你这双眉毛多么传神啊！不要看，婶婶都有点双眼睛，也什么好看？娘子，我的书读不进去，你都不能怪我不用功啊！要怪也要怪你生的这双眼睛，如此娇美，如此迷人，叫我还是我读得进这冷冰冰的书吗？你不好好读书，却怪我失了这双眼睛，本来就是嘛。娘子，还记得我们初次相会吗？你在泪上，你那泪波轻轻一扫，我在泪下，我的马背似水坠落。是那一回，我就迷上了你这双眼睛。要知道，你这一双绿目呀，好比两个金钩，把我的亡灵儿都背得去了。今生今世，我只要生着娘子，混着娘子，你就什么都不要，什么都不要了啊！你说的这些都是真话，是不是真话了？只要有娘子的美貌在，你就许下要我用功读书。劝他读书读不进，看把眼睛望眼睛啊，难道分心见我无计可施？结杀神啊！结杀神，你看他心不顺来人不明。结杀神，你看他顽皮模样笑盈盈。结杀神，你看他有心无须无自觉。杀神，你看他哪像一个公书生。今日把他来教训，我要他从此安静去功名。
有了娘子的眼睛，你就不能好好读书了，是吗？是啊，娘子的眼睛不再美了，你才可以安心读书了，对吗？对呀。你这是做什么？屏幕全样。我就是不愿读书，不愿做官，至于你的眼睛也有关呐。鲜血淋淋，贴去了一双佛眼。你盼我秋月落。
我只要你答应我，从此不再迷恋生死，不再团圆，安心读书，奋发向上，实现不过公明。便是不忘了我，不忘了我一双美模样。为什么？不要问我为什么？你是一个读书人，读书人就应当读书，应当做官，应当读书，应当做官，应当读书，应当做官，去读书，去读书，去读书。我都成了辛苦草原，我都成了大马有节，我都只愿开始在下唱着自己，宦官恐怕非人留意，不知何故古来聪明女子都欢喜督促丈夫，殊不知那丈夫真出去了，恰非兵王专情于你哟。哦，一位也罢，且到后位。皇室平易所生姊妹人娶妻才子，可得寒窗屡试不中。那才子不乃平王，必须退婚。
数年后，美人得中上元，衣锦还乡，旧的夫妻又在马前相见。从前新闻都表美人得以修筑锦旗，今番演义就请各位看官自己评审。在下套用冯梦龙有诗名言16位的开篇曲即交引作为吸引。冯氏娘意思是朋友结交，富贵容易，贫贱再难。这里进来表示夫妻。况官听仔细了，终日目中垂杨柳，结交莫结亲莫儿。杨枝不内秋风吹，亲莫年节往年里。君不见昨日思来两相依，今日相逢不相识。辛苦长女已经用归，平瓜菜大有钱喽。
上员工随到放在中央是平常员工那无人带到，叫他行刑是。哪里小得错？那好，我先让你看见东西。哦，什么东西？虚数啊！你尽管把它拿来！哎呀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这不是虚拟的数啊，是虚他的数，你看仔细呀，修他的数。哦，你又修了贤才的丈夫？哎，虚了。当初许你是要跟他结伴，今日许他是要跟你相逢。哎，只要你不拒绝，我便再跟住原马配原，夫妻把这原配的好，你身体对，原配的好啊，原配的好。哎呀，你答应了，哎呀，我们也可以普尽送愿，这是鸳鸯梦了。
你过来，你过来呀！上文公啊，哎，贤夫，哎呀，夫君，哎呀，你是在招呼我吗？我是在招呼你呀，招呼我，哎，做什么呀？你看，我上带的是我上老上错老道，去的人大妈做的人官家，喜欢吗？喜欢羡慕吗？羡慕威风吗？威风想要吗？这是一封书信，所以你自己着急了什么？着急了你，也着急了我，着急什么？找不起你，再走，走。哎呀，我还是找不起呀。这谁是金？金是谁？他能够召集你我的从心。送信。一盆水，明是金。早见当年我儿臣。天中地中兵，新婚夫妻情深，也曾经郎才女貌深曾见，也曾经夫唱妇随难离分，也曾经红日天下一道疏，也曾经夫为妻点子成。这因我三十为中，情结该从此后夫妻不问小女生。也是你们心思是多数，这道的家财用心出把柄。可怜我既要过度情发挥，又要听你出马水。也是你手中偏少技能，太不内虽不可怜我茶不转来看不见，终日生气又痛心。可怜我娘家陪生都当亲，为了财官一去。你不该逼我出门去接待，你不该将我私塾当财星。奈我没有上少少所本，家了个穷生我要受气。今日我宁可三餐无一饱，我也要遇着鲤鱼跳龙门。须知我宁可上夫做屠宰，我也要受气包一问。你是目光浅，气沉沉，妹妹恶女终上人。你是平里酸酸的平，把我一
踏雪弥漫天，皆得为家门。幸好一雪松，谁等唐居民我是去去呀去，求你莫把夫来把夫，君上喜归城来，求你过年结发情。马身中孙，五谷方言让我醉，文化居民看我有青春年少不等成我别回来，心回来娶了你，下了送我3年整，3年整，遇见必须生。你笑什么？你笑什么？我笑你当初对秀，我笑你今日高中，修马兄弟回马会的。啦！走杀这红帽子大马这官腔，你读晚霞有吗？下有这水中倒影应有情有，你去用水捞呀！这是乌纱吗？哦，这是大乌吗？这是大妈，这是官将。哎呀，真是去死成了，怎么捞不起来呀？拿不到的。你笑什么？我想你这个人呐，总是得意忘形。你是在拿我开心吧？是有怎样的？哪来什么？虚说啊？哦 ，no，那好，你呀，鸡飞坦荡了。实不相瞒，我离了一生。我跟他说。
下生之前，无啥委屈，我们是万世夫妻。你看，太阳万岁上对你，我要赶快回家去了。我呀，回家了。妹妹乘风得意后，得意后，风起一落便是秋，抱恨迎山丘。迎山丘，翘首望高楼，不见高楼相招手，相招手，这一世真更罢休，玉门传心头。这首放江南，唱古来时子，福报得意时，红光满面，牛气冲天。十以后，面日死灰，一蹶不振。这把人生悲喜都基于官上得失。唉，可叹，可悲，可怜啊！实在后悔，到那辛苦上院姊妹人乘风得意，马前喜气。这第三位嘛，这是皇上才知司马相如黄海出江，罢官归隐。实来，那司马相如也是个为足的人，好好的一个名人才子，到此西西府盘盘江如，几十位优秀再捧，加上还有位美女作家及密室的作文军陪伴长，真是够应付了吧？他却偏要挖空心思做官，
做了官又做不好，这不有然处置有归隐了。真是世道风险终难了，断了乌纱放雨江，心中隐痛谁知晓？非遇患难半些了。怎么了？常言道，自他国私喷小心，凑气球死于世界呀！夫人来了，宽衣呀，端的又是纸上谈兵，四周多情。哎，谁是做多情了？我是说小气。自己这就自己结，还不算是做多情吗？不下了，不下了！老君，来饮酒吧。饮酒，饮酒。郎君请啊！夫人请，请啊，请。夫人，今日可有官员来访？妇有。哦，请啊！请。那朋友你也妇有。那么前来取教的青年伢子也妇有吗？哎呀，也妇有啊！好，这位司马相士可真算是赢了。生谁赢了，性价比必赢吧。夫人，此话怎讲？生谁就为，性谁就能。你呀，总怕被人忘记了。是吗？我怕被人忘记了。是啊。
生意心意，这位司马相子要赢得彻底，赢得公义，赢！我看你呀，还是来饮酒吧，饮酒吧。饮酒。郎君请啊，夫人请。老爷夫人饮酒，多好的意境，都被你搅。对不起，老爷，少丁来成了。草丁来成了。老爷在哪里？在哪？老爷在外边儿吧。老爷，过来过来，是少丁的公公送你3件东西。少丁的公公送我3件东西，什么东西？1千两黄金，1件4品官袍，还有一个小美人。没有啊！哎，那公公说要等时辰之后。时辰？什么时辰啊？郎君，你们在说什么呀？夫人，老爷，是这么一回事情。少廷啊，来了一位公公，他说皇上一向喜欢的神王儿啊，近来失宠了。他说
是终日以泪水面，十分可怜。王儿失措，与我们何关？夫人听下去，听下去。那公公说，王儿想写一篇赋来打动皇上，再挽回皇上的心。那他就去写呀。那公公说，王儿死了为常常吃，女要赋倒是写不来的。是此时来，美生儿也有做不到的事的。哎呀，夫人听下去，听下去。那公公说，王儿十分仰慕我家老爷的才名，我要很出个大枪子，就我家老爷代表买他的赋。什么？郑王儿愿出大家子，就你家老爷做到代表买他的赋是啊？喏，这是1000两黄金，一件4匹官袍，还有什么？就这些了，就这些了。夫人，郎君，你看你这个嘛，我看你家郎君的文章写到诗词境界，也算是大大的扬名了啊！我试问你是否愿为这黄金官宝做到代笔出卖文章？夫人，你看你，我看你啊，不为什么？郎君啊，郎君从来心不昂，进了王金器，怎样锦绣文章不美贤，此相君居你要。快把东西推回去！推回去，推回去！郎君真昂气！昂气，昂气！快把东西推回去！快去！老爷，那我真去推了。推！夫人，容我再想想，再想想。推就推了，还想什么？我在想，今日乃是什么日子啊？什么日子？什么日子都不是啊！既然什么日子都不是，为何决心高涨，才愿滚滚而来？这怕不是姐之兄，不是才是贼吧？郎君，你想那王家的事情，岂能用得旁生多言？我看你还是早些退了的好啊！倒也是，退是。哎
可是送东西来的公公，却应当早退呀。为什么？你想，皇帝皇后身边的人是最最不能得罪的，万一这倒也是。好酒好菜时候，不可瞒得公公。知道了，夫人。老爷放心。文章长久不写，恐怕文思枯尽。那你就快写了。写什么？写什么，总是有关而发。有关而发，那我就写王儿要的这篇赋吧。你当真要为他写赋？不是为他写，是为我自己写。你自己写。夫人，那陈王儿前来说法，倒不禁勾起了我的才思。我若不把他写讲下来，不是也很苦心吗？等，你是想见那陈王儿生来美妇的有的，书写自己的修业，是也不是啊？呀，真是，主人真聪明。你那本上的写信我还猜不到吗？猜到了。夫人，太后之病，你家郎君要写文章了。好，奴家遵命。那陈王儿开出天价，无非要买一封情书。莫看我堂堂须眉，照样写透女儿之心。啊，夫人，听好了，洗耳恭听。草门府，弟弟名为的不算新鲜，虽算点出了陈王儿邻居的长门宫，但也算不得高父后不逍遥，亦是开天定地，不顾道爷开门见山。怎么刚起了个头就写不下去了？语言而不烦喜，因苦告耳朵句。见色佳境，泪盈盈而相牵兮，生
些思念之情，但思念之情更深了啊！我青梅儿梦相惜，问杂君子在望啼美酒，儿无间隙问黄黄洒与望。洒与望。不要念，我要自己看。是夜下，是君在旁，何算今夕十不落魄？好，真是好文章啊！念下去，念下去，更好的玩在后头呢。不念了，实在是念不下去了。夫人爷夫怎么念得哭起来了啊？该死的文章怎么可以写得这样动人，我就是随手也写，可也不当心，就写的是刺痛人了啊！你终究不是女生，不是那陈王后啊！怎么一写出来就比陈王后还陈王后，比女生还女生你快，又不懂了吧？这就叫官场情长一模一样。像我司马相之，也曾做官爬官，得宠失宠，这起起落落，分分合合，各种滋味都在其中啊！哦，原来你18世纪的文灵儿依附在了那神阿娇身上，也懂得共见皇上了。这个嘛，是又不是，不是又是，总之虚虚实实，实实虚虚呀。说来说去，我看你还是呻吟而不肯呻吟呐。呻吟，呻吟。唉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！夫人，与我沏杯茶来。啊，好吧，念你今日写了一篇同声文章，新官新愿侍候你，是和什么？他轰炮啊？别路城，好，别路城也不啊。这篇长文赋哪里写的是陈王后，分明写的是我自己呀！像我司马相之，自幼读书，惊人万福，几番虎步加身，几番万花落尽，我是上
生不能建功立业，死不能青史留名，就是这一岁该死万丈啊！也白白的浪费了啊！我不改姓，不改姓呐！
玉山文生在荒野心采草，我等头顶富裕乌纱帽，我穿身上富裕大红袍，我等坐下富裕说草须我要见富裕宝剑枪，我不能埋没众生，我不能老死山林，我要重返大地，我要死转才能铭记圣上啊！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呀？静悄悄送人内朝，花呼叫丝浓，动我出山营再结功啊！老弟，送我公郎君，快去！乡萨到了。好，好茶，好香浓的大红袍呀！郎君，这是别路城。别罗城，别罗城，哎呀！
君不见，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，高大明镜白八方，白八方。早是青丝莫人休，莫人休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今朝空待月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必有用。千金山人还复来，还复来。李白的诗何等清高，何等潇洒。不过据说李白先生年轻时也并不潇洒，有人文武才，忽有帝王家。读书做官本来就是古代文人士大夫的一条不归路嘛，唯有经历了，这才明白，才觉悟。从陈元和到朱美人，到司马相如，再到李白，看他们一路走来，真是蛮累蛮辛苦。既然就譬如你我平常人生吧，不也要经历了人生四季，这才多少明白了一些人生事理吗？哦，离题了，离题了，各位看官，请看李白。六儿啊，你妈
来，离吧，你来，我们滚杯。礼拜帖子，什么声音？圣旨下。哦，是对圣旨啊！新君出猎，失落在军，诏令礼拜设朝，而不诸人矣，请赐。什么？朝廷又想起我篱笆，要召我实朝为官，还何不足实意？对不起，太晚了。篱笆这回不去了，不去了。所
月长在千秋照今晚，新君出猎，水落成军，诏令立八十草，而不诸人矣，请赐。月儿啊，你买喜罪，买喜罪，立马来迎。有意无意在其中。